首先，我感謝林素蔚議員提出今日嘅議案啦。的確，精神健康咧已經成為全世界各地一個共同關注嘅議題。特區政府咧其實近年亦都好重視市民嘅精神健康啦。喺2017年發表咗精神健康檢討報告，提出咗40項嘅建議，亦都成立咗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，協助政府咧去制定一啲精神健康嘅政策同埋措施，以及去跟進檢討報告入邊建議嘅落實情況。不過頭先好多議員都提到啦，近期精神健康問題仍然喺社會上不斷出現一啲案例啦，令到大家面對呢一個好大嘅挑戰。咁理論上嚟講咧，政府增撥資源喺公立醫院加多啲精神專科病床，增聘多啲精神科醫生同埋護士，疏導部分積壓個案，就可以縮短到病人嘅輪候時間啦。好似好簡單，但係其實事情亦都非常複雜。頭先局長咧都分享咗好多唔同嘅例子啦，譬如我哋而家做咗好多分流嘅方案啦等等，但係始終醫生唔夠。你今日嘅投入咧，唔係馬上就會有醫生出到嚟嘅，係需要一段時間嘅。根據醫管局嘅資料咧，近年本港公立醫院平均每年約有370位精神科專科醫生。我2022-23年咧有381位。如果同2018-19年嘅351位比咧，其實4年入邊已經增加咗30位嘅精神科醫生，增幅咗8.5%。但係病人方面咧，公立醫院嘅精神科病人就由2018-19年嘅261,800人，逐年增加到2022-23年嘅296,900人。4年入邊咧，病人就增加咗35,100人，增幅係13.4%，即係每年增加8,775人患病。咁個醫患比例咧，亦都由18-19年嘅1比746啦，增加到22-23年嘅1比779。咁頭先都有人提過個數字啦。世衛嘅標準每1萬人要有1位精神科醫生。咁如果23年底香港750萬人計算咧，我哋需要750位精神科醫生。咁目前我哋公私營精神科專科醫生加埋430人啦，都人數始終係一個要追嘅方向。咁以我作為主席嘅葵涌醫院為例啦，我哋80位精神科醫生，其實舊年係睇咗24萬個症。咁增加醫生係一個好需要面對嘅問題。咁增加醫生之外，頭先喺個原議案入邊咧，林素蔚議員提出咗一啲問題啦。咁譬如公私營一啲醫療嘅計劃。咁其實喺我自己舉例喺葵涌醫院嚟講咧，應該公私營醫療咧，其實政府一路係有推動，亦都有做開嘅。咁而亦都係有啲進展，但係精神科確實同其他科有所分別。一個係一個好跟人嘅科，好多人跟住一個醫生咧，你轉介去私家，佢係咪會接受，或者最後都係會返公立醫院嘅情況，亦都非常多。咁係咪一個好成功嘅方向？相信一路都喺度調整緊。而引入外邊嘅醫生咧，精神科係一個好需要有語言溝通嘅能耐嘅一個專項嘅專科。咁如果語言方面溝通唔到咧，你引入外地嘅醫生亦都未必解決到問題。咁所以要好好咁解決精神科嘅問題咧，要處理同埋疏導不斷增加嘅精神健康個案咧，我建議都係有2個方面着手啦。第一個其實局長頭先都睇到啦，就係提過啦，喺社區層面增加識得處理同埋跟進精神病患者人士啦，即係做好醫社校嘅分工合作啦。咁包括譬如喺學校嘅老師啊、社工啊、輔導員啊、社會機構嘅一啲參與啊，喺中間能夠正確咁處理精神病患者，亦都提高一啲有專業訓練嘅人員喺呢啲唔同嘅機構，咁可以幫手喺唔同嘅層面去疏導精神病嘅案例。咁第二咧就可以加強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嘅角色同埋功能。中心咧可以揾更加多唔同嘅 NGO 合作啦，喺社區方面培訓更加多嘅個案經理，咁佢哋可以幫手去處理一啲輕症或者早期介入工作，咁樣可以幫輕到醫院去梳理一啲早期嘅病患者。咁呢啲都希望係能夠考慮嘅一啲舒緩方法。主席，本人謹此陳辭，支持原議案同埋修正案。